喺空間同 budget 有限底下，又想提升音響質素，今次我就選擇咗呢部 Foxy Audio CH3 迷你平衡立體聲放大器。跟機有一張說明書，一個火牛。因為部主機呢就係屬於迷你型，咁所以相對佢個火牛睇上嚟都幾大個，差唔多半個機身咁大部。機身面積同半張 A4 紙差唔多大，再細少少就採用咗黑色為主，再加橙色做一啲點綴。CA3 支援雙模式嘅切換，喺立體聲模式下提供高達180W嘅功率，而喺單聲道模式下輸出更可以高達235W嘅功率。CA3 喺輸入方面配備咗 XLR 平衡輸入同埋 RAC 單端輸入。喺機身前邊兩邊嘅位置可以選擇你想要嘅輸入方法同埋係咩模式。平平地買咗條 RCA 線配之前買嘅 Feel DM15 R2R， 拎咗近期大熱電影 The Odyssey 片尾主題曲 When I'm Home 嚟試聽下音質。另外，只需要有 3.5mm 嘅 adapter， 手機配合 CA3 都可以直接用喺無源喇叭度。喺低成本下 ，CA3 帶到人聲更加立體同自然，靈活度都好高，可以配合唔同嘅模式或者組合去玩。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聽，你哋覺得值唔值得買呢？下條片見，拜拜。我哋都有出一啲自家設計嘅 NBA 周邊產品，可以上我哋網站睇啊！網站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就見到㗎喇，拜拜。